有一寡大学生，伊厝内面是经济较弱势，伊会哪读册哪做线工。为着要帮助这个囡仔，台北家扶中心伫大学期开学进前呢，拢会倒募款提供2万块的奖学金来帮助这个学生。家扶中心也呼吁民众大家做伙来做爱心，帮助这个囡仔完成学业。 伫大日头骹拿走外送平台，拿趁生活费。伊是21岁，又搁咧读册阿莹。伊的妈妈是新住民，伫地头起诉的台湾，家己一个人请养伊大汉。为着要减轻妈妈的负担，阿莹对19岁开始做线工，而且上济一届是做5份工课。后来加在有家扶中心的斗相工，提供伊一学期2万块的奖学金，互伊会当专心读册。伊嘛顺利考调国立的科技大学。热炒店，然后基本上就是热炒店完之后，中间会有一个休息空档，然后我可能就会去跑个外送，然后跑完外送之后再回来继续接热炒店。上完班之后，可能8、9点之后，然后再去接下一份工作。有一个奖助学金，会对我们比较有一个很大的帮助，让我们都可以比较安心的读书啦。同款是接受家父的帮助，来自新住民家庭的阿华，因为大学读的专业是生物科技，规工拢爱伫实验室内面做研究，无法度去做线工，只好省家己的生活费，一工食一顿。后来造成胃溃疡，身体歹去，为着要回归社会帮助，伊希望未来会当投入灵感的研究，帮助灵感患者恢复健康的生活。家人是有因为肺癌而过世，因为自己科系的关系，所以 也有往癌症的方面进行研究。台湾的乳癌患者也是非常的多，所以会想要做这方面的研究。他们在这个年纪，其实大概就有2个经济的来源，一个就是靠自己去打工，可是有另外一群的孩子，他可能就是我努力的读书，我用争取奖学金，他只要有这个好的成绩，其实他就是可以去争取比较多的奖学金。台北家扶中心表示，因伫每学期开学进前，拢会提供这寡需要帮助的学生一学期2万块的奖学金。伊嘛希望大家会当捐钱予家扶基金会，帮助这寡学生会当正常读册，完成学业。记者陈阿选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